跟住耶穌被聖靈帶領到荒野受魔鬼嘅試探，佢日以繼夜咁禁食咗40日之後，就感覺到飢餓啦。嗰個試探者嚟對佢話：如果你係上帝嘅仔啊，就叫呢啲石頭變成食物啦。耶穌回答佢話：聖經話人活着唔係單靠食物，乃係靠上帝所講嘅一切話。魔鬼又帶佢入聖城，俾佢企喺聖殿嘅頂上邊，對佢講：如果你係上帝嘅仔，就跳落去啦。聖經上唔係記載咗話，上帝為咗你會吩咐天使用手托住你，唔使你嘅腳碰到石頭上面嘅咩？耶穌就駁斥佢話：聖經亦都咁講，唔好試探主你嘅上帝。魔鬼再帶耶穌到一座極高嘅山上，將世界各個國家同埋佢哋嘅榮華富貴展示俾佢睇。佢講：只要你跪拜我，呢啲一切我都送俾你。耶穌話：撒旦走開！聖經上面記載咗，當敬拜主你嘅上帝，要單單侍奉佢。魔鬼只好離開耶穌，有天使嚟侍候佢。耶穌聽見約翰被捕，就翻去加利利。過咗冇幾耐，佢離開拿撒勒，去到迦百農，就住喺嗰度。迦百農位於西布倫同拿弗他利區嘅海邊，呢個就應驗咗以賽亞先知嘅預言話：西布倫、拿弗他利地區，往海之路約旦河岸外族人的加利利亞，住在黑暗中的人看見大光，在死亡陰影下的人有光照耀他們。從此耶穌就開始傳道，佢話：天國就快來臨啦，你哋應當悔改。耶穌沿住加利利海邊行走嘅時候，睇見兩兄弟，西門，佢亦都叫彼得，同佢嘅兄弟安德烈喺海上邊撒網，佢哋都係漁夫。耶穌對佢哋講：嚟，跟從我，我要令你哋成為得人嘅漁夫。佢哋即刻抌低漁網，跟隨咗耶穌。耶穌由嗰度向前走，又見到另外嘅兩個兄弟，佢哋係西比泰嘅仔雅各同埋約翰，當時正同佢哋嘅父親西比泰一齊喺船上邊修補漁網。耶穌又召喚佢哋，佢哋馬上離開漁船，辭別父親，同耶穌去咗。耶穌嘅足跡踏遍咗加利利，佢喺會堂裏邊教導人，到處宣講天國嘅福音，醫好患上各種各樣疾病嘅人。由此，佢嘅名聲傳遍咗敘利亞全境啦。嗰度嘅人將所有患病嘅人，就係患各種疾病、各樣疼痛嘅，或者係被鬼附嘅、癲癇嘅、癱瘓嘅，帶嚟求佢醫治，耶穌都醫好佢哋。因此，加利利、低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猶太、約旦河東岸地區嘅居民都成群結隊咁樣嚟跟住佢啦。